茶叶在北部的发展有两种人的功劳啊，功不可没。哦，特别留意吹箫的，一只按照江瑞昌，当时的北部庄长，等于你遐北部乡长，一只是蒋亚新，就个茶经时代的蒋亚新啊，各领风骚啦，你翻译讲各领风骚啊。你看江水长做北部庄长，伊就大力吹箫咧，台湾的茶叶，你茶叶吧啊，日本人们大力吹箫用嘛，做些赚钱的东西啊。1949年就是民国23年啊，1934年了啊，江亚新呢，这个北部口啊，设立了第一间的红茶厂啊，伊迄用机器来做红茶，因为客家庄一旦做的茶，大部分是乌龙茶。江水厂就专门做那个研究的番庄乌龙的。也只日本时代卖最高价的茶叶，江水厂，伊对茶的功劳，伊出研究那个传统的番庄乌龙的茶，结果发明那个胖凤茶出来。还有一只，你讲啊江亚新，江亚新做红茶。设立工厂，佢最大嘅本白山的嘛啥，三井实业日本的公司，日本人哦，佢派嘅伙计啊，也升落来讲，你要几多钱啊？全部成本意啦。你买茶买机器做买工厂，全部钱啊，冇相干，那钱全部本意。啊，挨要几多茶，你全部做本挨。结果呢，就大家大兵咩？江亚新开斋，春茶开闸之前，以为请三将啊，要几多钱？几多钱？你是不一样。所以有啲竹东地区的茶工厂，大部分没满意啊，茶工厂全部没满意。看哦，你买茶菜没有钱，茶青或者茶菜，他干嘛茶菜嘛？没有钱。佢小啊，18岁的拖拉库啊，卡车啊。到位抢茶，所以很多茶壶啊，哎呀，你全部工厂用机器嘛个，全部去做啊！日本人爱去倒，佢都本地去倒，全部爱烧，冇问题啊，两三太赚钱，双赢啊！